我想近期香港的示威不断，警民冲突迭起，主要的根源是来自于香港民众对中共及港府管制的恐惧与失望。我们希望中共及港府能以宽容的态度和同理心，妥善回应民众的期待与诉求，使香港早日恢复平静，那么持续维持繁荣跟稳定。那对于您所提到的，因为近期香港民众抗争冲突日趋激烈，那么本会呢也曾经在7月22日跟26日发出了旅游安全提醒。那么我们也准备在明天也在发出一个旅游提醒，也会请海基会来协助，以 APP 推播，还有请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转知所属旅行社相关的资讯。那么我们现在有体认到香港的陈抗日趋的激烈化，那么我们会随时关注香港最新的情势，那么适时再发布相关的讯息。那我们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国人赴香港应该要注意个人的安全，随时留意相关的资讯以及交通的影响，尽量避免前往示威游行的地点，同时要关注自己的行程跟安全，避免受到干扰。如果国人在当地遭遇到紧急事故，本会在香港的办事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都会主动的提供国人相关的协助，以保障我国人的权益与安全。谢谢。刚刚你提到的问题，从昨天这个中断这个陆客自由行，以及刚刚国台办的这个说法，再证明是谁以政治因素粗暴干预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那么是谁任意的剥夺人民有基本迁徙跟旅行的基本权利？这个事件大家看得很清楚，也不证自明。那么对于陆客来台观光这个许可证，因为有3个月的这个效期，因此陆客自由行的人数虽然会从8月份开始逐渐的减少，但是我们预估归零的时间应该是在11月1号起那么对于相关的情形我们都会给予关注。中国在这个时候做的这个决策，其实是一个战略上很大的一个错误那我在台湾各地都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那他们其实都非常的感觉到能够有机会来台湾走走看看，那我们来亲身体验台湾的风土人情，还有自由的这种风气，还有没有网络的限制，没有社会的监控的这种自由的民主的生活方式那我觉得他们在这里都显得特别的活泼那这种来自由行，年轻人来自由行，其实也是中国的年轻人认识台湾最好的方法，也是两岸人民交流里面最自然、最真诚的部分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权利被剥夺，我们是觉得非常的不舍那也有一些评论说这种做法是精准打击民进党的要害但是事实上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它所影响的其实是不分蓝绿县市、不分党派的业者所以我要告诉北京当局，中国把观光客当作是一个政治的工具，只会让台湾人反感。